讀醫嗰陣時咧，其實我曾經試過問一個老人科醫生，我就問佢，我話有啲咩病咧係佢最驚會得到？我覺得最恐怖咩？就係糖半。以前我今次就擺落現代人士咧，真係錯得好緊要嘅。你食咁多澱粉質，你唔係農夫，你唔係勞動人士，你一食咁多澱粉質，一上咗血糖，你用唔到咧，就禍害就嚟啦。其實只要肯落少少功夫改善自己嘅生活習慣，減到個體重嘅話咧，其實有可能係逆轉到或者緩解到嗰個糖尿嘅情況。呢個可唔可以分享下？好多病人佢中意呢啲好 juicy， 千祈唔好將一啲極端少嘅例子將佢普遍化。咁我又聽見人哋講糖尿病人血糖會低嘅，你仲叫我唔食碳水化合物，咁我驚唔驚我血糖會過低㗎？糖尿病人唔會無情白事血糖會低嘅，有啲特別例子，譬如話舉個例，歡迎大家嚟到煲呔嘅 YouTube channel， 我係 Jackie。嗱，依家咧你可能覺得自己身體好健康，你嘅身體冇邊度痛，行得走得，最多咧就係可能個肚腩大少少。但係你上次驗身嗰陣時，個報告上面有啲數字，個醫生圈咗話俾你聽，你血糖偏高，踩緊界，叫你睇住。你可能心諗，我又冇唔舒服，唔使急啊。我想同大家講嘅係，喺香港每3個糖尿病人就有1個咧係因為驗血先至發現自己有問題。嗱，仲有一大班人士咧，可能好似你咁係踩緊界，但係自己唔知。咁咧，糖尿病唔係一個一日就會出現嘅問題。其實佢可能靜靜雞咁樣喺大家身體入邊5年、10年，等你有感覺嗰陣時，其實可能已經太遲。嗱，今集我最想大家記住嘅就係咧，正正就係呢個踩界嘅初期，先至係你最有得救、最可以扭轉嘅黃金時間。過咗呢個時間先喐咧，要還嘅咧就更加多啦。所以如果你都係咁，或者你屋企有個爸爸媽媽係處於呢個情況嘅話，今集就特別想講俾大家聽啦。我請咗研究內分泌同糖尿嘅周振中醫生，佢會同我哋拆解前面條路會有啲咩風險，你要留意啲咩，而家可以做啲咩。周醫生，歡迎你。Jackie 你好。嗱，咁講開糖尿咧，其實我就想講個古仔先啦，就係咧讀醫嗰陣時咧，其實我曾經試過問一個老人科醫生，我就問佢，我話有啲咩病咧係佢最驚會得到，同埋會影響最深重嘅。其實佢有少少 to my surprise 令我出奇咧，就係佢竟然同我講話，佢覺得糖尿病係佢最驚嘅疾病。咁我想問下，你會唔會同意佢嘅睇法，或者係我哋應該點樣解讀糖尿病其實有幾可怕咧？我明白佢點諗嘅，因為佢係老人科醫生，所以年紀大去接觸糖尿病人好多。今時今日，如果你要我答呢個問題咧，我會話咧，糖尿病同埋中央肥胖，簡單講，我哋叫糖胖症。可能可以咁講啦。我以前都好多時講係百病之源，今日我會講係萬病之源。差唔多好簡單講，你諗到嘅現代人都市疾病，糖尿病同埋中央肥胖咧，都好大機會係其中一個主因或者一個原因。究竟點樣為之糖尿？因為其實我知道有好多聽眾咧，知道糖尿係個血糖過高啦，去驗身驗到啦，但係佢哋好難分得出點解有陣時又要空腹血糖，嗰啲咩 HbA1c 又係啲咩嚟？前期糖尿同糖尿，咁究竟嗰啲又係咩？可唔可以解釋一下咧？我今日講嘅嘢咧，基本上講糖尿咧，就講第2型嘅糖尿病，就唔係講第1型。你可以咁講，佢哋都係同血糖有關係，但係病理啊、病因完全唔同嘅，所以我哋集中講呢個第2型嘅糖尿病。嗱，呢個第2型糖尿病其實點解咁多唔同嘅數字分界線咧？係來源於40-50年前好多我叫人口嘅臨床研究普查，得出一啲神奇數字，同埋其實好多神奇嘅數字咧係一個美式單位啊，嗰啲係整體單位，但係變咗佢國際單位就係點幾嗰啲啦。咁簡單講咧，我哋會講話，如果你係糖尿病人咧，就有以下幾個數字嘅定義。嗱，如果你空肚血糖大概係等於7，或者你隨機有血糖，或者做一個飲糖水嘅檢查，大概係等於11.1，或者一個更加我哋覺得更加好嘅一個綜合嘅叫糖化血紅素，大家叫 A1C。咁呢 A1C 咧係代表咩咧？係一個代表我哋咧紅血球佢嗰個大概咧100日嗰個週期咧，嗰
嗰啲紅血球嘅細胞入邊嗰個血色素咧個糖化程度，咁呢個係一個科研嘅嘢嘅。咁所以佢係一個綜合值就反映咗咧24小時乘大概90日嘅一個綜合血糖，就更加咧可以反映到咧我哋咧係咪屬於糖尿病？而嗰個定義咧就係大概係等於6.5。咁呢三個神奇數字咧，理論上咧，如果你重複有一兩次係過咗呢啲標準，甚至乎你完全冇病徵咧，喺定義上都係糖尿病人噶啦。咁跟住咧，我哋有正常值咯，然後中間有個所謂咧灰色地帶啦。正常值咧，用翻頭先咁講啦，空腹血糖係5.5以下，飲糖水檢查或者係隨機血糖7.8以下，糖化血紅素5.6或者以下，咁我哋話啲正常人。咁既然有正常人有糖尿病人，咁大家聽得到啦，有個所謂中間嘅灰色地帶啦。中間灰色地帶我哋就講話空腹血糖5.6至6.9，做飲糖素檢查或者係隨機血糖係大概7.8至到11度啦。然後嗰個糖化血紅素係5.7至6.4，嗰個 percent 嚟嘅。咁就有個灰色地帶。咁呢啲灰色地帶咧，喺我哋現代觀念都係病嚟嘅，不過未去到咧糖尿病。咁公眾理解咗，其實佢哋點樣可以從驗血就揾到佢究竟係正常前期定係已經步入咗糖尿啦？我諗我下個問題想問咧，OK， 去糖尿嗰班先啦。其實佢長期個血糖高咗，有啲咩影響咧？如果純粹淨係講個血糖，咁其實就係來自幾廿年咧嗰個臨床研究，知道如果你長期個血糖高過剛才講嗰啲標準咧，嗰啲同糖尿相關嗰啲微細血管嘅併發症，其實最主要以前嚟講就係話糖尿上眼嗰啲視網膜病變，後期亦都講多咗咧係糖尿腎病，呢個就傳統嘅定義喎。但係現今嚟講咧，又唔係咁簡單啦，因為第二型糖尿病純粹降血糖咧，佢好大機會咧有我剛才講糖伴代謝嘅紊亂。咁糖伴代謝紊亂就包括咩嘢咧？中央肥胖或者我哋叫內臟脂肪過多，跟住會引起好多咧代謝嘅問題。咁呢個包括咧，譬如話血脂紊亂、三酸甘油脂高、有保護嘅好膽固醇下降，增加咗高血壓，增加咗尿酸，增加咗脂肪肝。呢啲相關同第二型糖尿病嘅難兄難弟搜查出嚟之後，佢亦都增加咗好多咧，我哋叫糖尿病另一類嘅併發症，就係叫大血管嘅併發症。呢個主要包括咩咧？中風、冠心病，仲有心衰竭，增加咗心房顫動嘅機會啦，同埋下肢血管閉塞，去到截肢等等啲嘢啦。咁所以咧唔能夠淨係抽第二型糖尿病咗去講啊。所以頭先我答你第一個問題，我覺得最恐怖咩？就係糖伴呢一個難兄難弟。嗰個二型糖尿病咧，可唔可以同我哋觀眾分析下，究竟其實嗰個二型糖尿病係乜嘢，同埋嗰個比例同一型係乜嘢？好啊，呢個其實個重點咧就係佢哋叫大家叫糖尿病，因為大家都同血糖有關係，完全係兩件事嘅。因為典型嘅第一型糖尿病係一個免疫系統疾病，所以你譬如話係咪細路仔啊、大人啊呢啲唔係重點嚟㗎，而係個發病嗰陣時會真係一個免疫系統疾病，短時間破壞晒身體。產生胰島素嗰啲叫胰臟嗰啲 B 細胞，佢差唔多叫零胰島素。咁啲好多時咧，典型係幾個禮拜內、1、2個月內發生。咁亦都典型嘅就係去急症室，因為冇晒胰島素咧，佢處理唔到血糖咧，就會引發咧酮酸酸中毒。咁急性嚟講就好多病症啊，諸如此類啲嘢。咁我呢個我就唔多講。咁佢就去急症室發現咗。咁好簡單嘅治療，因為全個人冇胰島素，終身就要俾翻胰島素呢種必須嘅荷爾蒙俾呢個好似一個補充荷爾蒙方式。咁當然有唔同嘅方式去補充呢個荷爾蒙啦。所以一個典型嘅第一型咧，佢純粹真係血糖問題，俾翻胰島素佢可以咁簡單。percentage wise 第一型係大概幾多個 percent？好少好少。以前我哋講話100個新嘅病人咧，可能有1個係第一型。而家我話冇添啊。所以我可唔可以咁問？如果觀眾依家睇緊，佢哋自己有糖尿或者有前期糖尿，其實我哋都可以打到佢 most likely 係二型糖尿。係啦。OK。咁個原理咧，我諗用簡單嘅説話咧，因為我哋處理血糖咧，來來去去都係講緊你胰島素
分辨嘅能力啦。呢個能力係指分辨嘅速度同埋分辨到幾多。嗯。另外就係胰島素用得好唔好，或好多人聽過啦，胰島素嘅阻抗性啊，或者係敏感度下降等等呢啲咁嘅字眼啊。咁我簡單講一講。嗱，你胰島素嘅分辨能力咧，其實取決於咧有一大半咧係遺傳基因嘅。所以如果你有家庭上歷史、家族歷史，或者某啲民族，或者咧我哋會知道咧，有啲人比較瘦啲，或者出生嗰陣時咧係早產兒等等啲咧，呢啲都係一啲因素咧，你注定咗咧你個胰島素分泌能力係差啲嘅。但係胰島素分泌能力差啲，佢哋唔係冇配合埋。如果有頭先講話對胰島素個敏感性下降，或者對胰島素嘅阻抗性咧，咁去到某個年紀咧，佢就即使點樣補翻嗰個阻抗性咧，佢都補唔到啦，血糖就慢慢升，就變咗第二型糖尿病啦。嗱，阻抗性係咩概念咧？阻抗性佢亦都有一半係遺傳嘅因素。另外一個咧，我就叫環境因素。而環境因素最重要嗰啲咧就係肥，完全冇乜運動，肌用量好少。咁咧簡單嘅道理就係，如果你個身體係冇對胰島素有阻抗性咧，理論上你分泌一度胰島素就可以將一度血嘅糖咧帶入，舉個例，主要係肌肉啦。但係如果有阻抗性咧，你就真係要可能唔係一度啦，係要用5度嘅胰島素先可以將一度嘅糖分帶入肌肉。點解咧？因為嗰個胰島素去到肌肉咧，佢5個鎖之中有4個鎖行壞嘅，係開唔到。咁呢個就係一個簡單譬如啦。咁呢個就係一個最基本嘅道理，亦都解釋咗點解呢個係一個慢慢醖釀嘅。對典型嚟講，呢個第二型糖尿病係慢慢醖釀嘅疾病，由正式嘅血糖，無論你講空肚、餐後、A1C、糖化血紅素係正式，然後到慢慢去到嗰個灰色地帶，由慢慢咧變咗喺數字上定義係糖尿病，可能係5年、10年嘅邊，但個個都唔同啊，當然。你頭先講咗話有基因有生活習慣咧，喺呢個位可唔可以分享下，想俾啲健康 minded 嘅人士，其實佢生活上面有啲乜嘢係做緊，可能令到佢增加嗰個胰島素抗阻嘅風險，或者如果佢依家已經有胰島素抗阻，其實佢應該做啲咩去改善呢個？頭先講咗啦，先天因素得個支持，冇得改。先天因素最重要係民族性同埋冇家族歷史。佢自己可以改嘅咧，頭先我都提咗啦，其實都係萬變不離其一啦。你有即係我哋叫器官性肥胖，中央肥胖，你完全唔運動嘅，你肌肉量好少嘅，呢啲就係一啲情況你可以去改善，而呢啲改善咧係可以令到你對胰島素咧個敏銳性增加嘅。醫生，咁你頭先有提到咧種族有唔同咧，咁我想問下代自己問啦，中國人、香港人喺呢個世界種族入邊係高風險定係 average 定係中高風險嘅？但係亞洲人，譬如中國人啦，或者日本、韓國都係中高風險。其中嘅原因咧就真係我哋咧呢堆民族咧個胰島素分泌能力咧係相對白種人咧係弱啲嘅。呢個咧你基本上呢樣嘢弱咗，又多咗以前冇咁富庶咧，就冇咁多胰島素嘅阻抗性啦。因為剛才講到阻抗性一個主要嘅原因來自器官性嘅肥胖。咁所以你以前嚟講或者100年嚟講咧，都係胰島素分泌能力差啲。但係以前點解冇咁多糖尿病咧？因為另外一橛就係胰島素嘅阻抗性咧，隨住富庶生活、肥胖增加咗，慢慢咧，因為呢橛增加咗，所以我哋觀察到咧，就係第二型糖尿病咧年紀下移，越嚟越多。一個好簡單嘅譬如啦，你要問一個兒科醫生，20年前佢見嘅糖尿病人，新嘅糖尿病人可能7個8個係第一型，但係今時今日20年後，你去見同一個兒科醫生講，佢話我見10個新嘅病人，可能係5個係第二型喎，6個係第二型喎，可能第一型越嚟越少喎。所以你就係講緊其實我哋本身基因，我唔好話差啦，但係其實係不幸地本身已經係高風險少少。咁再加上其實我哋現代生活越嚟越多機會罹患個中央肥胖，咁就引致到個整體數字上升啦。呢個就簡單嘅説法啦。明白。咁我
了解咗少少，其實 OK 個成因就係個胰島素抗阻，慢慢步入咗個前期糖尿啦。咁但係我頭先聽咗你好多次咧講，就係話個中央肥胖會引致呢個胰島素抗阻，令到推高嗰個糖尿嘅風險。我又有聽過咧，係話淨對個肝臟有影響。咁所以可唔可以又喺度分享下，其實點解依家講緊有中央肥胖啊，有脂肪肝啊，嗰個關係喺邊度？其實呢個你問得都好好，亦都咧喺呢幾年咧有個新嘅名詞咧，就去解釋你講呢樣嘢嘅。其實呢個新嘅名詞咧，就係2023年年尾咧喺美國心臟學會先攞出去講，係一個英文字嚟嘅，我哋簡稱咧叫 CKM。Cardiovascular Kidney Metabolic Syndrome， 即係綜合症。我將佢譯出嚟一個意譯，即係我自己個人嘅中文意譯咧，就叫糖伴心腎綜合症。但係佢2023年咧講呢樣嘢咧，我覺得都有啲缺乏嘅。咁2023年講咗之後，其實2026年咧好多世界嘅一啲無論肝科學會、心臟學會、糖尿學會咧，都出咗好多指引咧，關於呢個CKM 糖伴心腎綜合症，大家開始都明白到咧，喺呢度原來當時講呢樣嘢有一個缺失。其實我諗我第時修訂咧應該叫糖伴心腎肝綜合症 CKLM。咁呢個咧就係佢解説咗咧，亦都係一個好重要嘅概念。如果我哋將呢個概念咧用即係淺白説話講俾人知咧，其實佢就係表達咗我剛才講嘅説話啦。糖尿病、中央肥胖呢兩個難兄難弟，佢慢慢咧，佢令到你身體起咗好多變化，增加咗你好多心血管疾病、腎病同埋現代關於脂肪肝呢啲疾病。咁中間有個道理嘅，就因為血糖紊亂過多一啲所謂活躍性嘅內臟脂肪，去干擾咗我哋好多新陳代謝嘅系統，同埋增加好多所謂炎症嘅機會。咁我想問下頭先嗱，你好清晰解釋咗，就係喺呢個糖尿個 umbrella 入邊，其實有3個器官我哋需要留意啦，個肝、個心、個腎啦。我可唔可以問邊一個係會比較前期會開始出現問題，定係佢哋一出現問題會3個同時出現嘅咧？其實就冇得講，因為人個個人都唔同嘅。因為講咁多嘢，所有呢啲嘢，你有冇併發症咧？仲有一半係基因嚟嘅。即係有啲人可以差得好緊要，10年都冇嘢嘅。有啲人真係差少少，5年咧已經出晒所有併發症，亦都好難去估邊個人咧會有頭先講嗰啲併發症邊一樣。不過可以講，點解最初原處話叫糖伴心腎綜合症咧？因為我哋好清好楚啦，就係心臟同腎臟同源嘅。你有心臟病、腎病機會大啲；你腎唔掂咧，你心亦都唔掂。所以而家真係好講心腎同源，亦都譬如我哋一陣講到少少關於藥嘅原理啦。你發覺哇，原來有啲藥最初以為係醫咩糖尿肥胖，原來佢唔係咁簡單，係變咗另外一啲嘢嘅。咁點解我哋去詳細再傾傾啦？明白嗱。咁好啦，咁我了解咗其實個肝嗰個問題、個心個問題同個腎嘅問題啦。咁又可唔可以同我哋觀眾分享下？咁其實如果佢真係去一個驗身嗰度，其實除咗血糖指數之外，佢哋有冇其他嘢需要注意？同埋又有另外一啲 case 咧，我有聽過咧，就係佢有少少前期糖尿，但係佢唔明白嗰個重要性。由依度又可唔可以同我哋啲觀眾分享下咧？好多人唔明白呢啲驗身報告。其實我有時會問。即係我就真係所有新嘅病人咧，我都會問佢嘅。我話你幾年前或者你有冇習慣去做一啲驗身報告？咁有啲講有啦。咁好多時佢真係個答案就好似你咁講。3年前、5年前有一啲數字好似一啲偏離個正常，咁輕輕帶過就算數啦。嗱，呢個對我嚟講就唔係一個驗身嘅正確態度。如果主動去驗身咧，我覺得應該係有以下嘅原因，就係想睇下自己係咪健康。如果真係找出唔健康咧，仲要諗一諗有冇一啲相關嘢要做。找出咗問題之後，一定要面對。嗱，呢個面對咧，可能係加啲檢查，可能就係生活習慣嘅改變，可能就係正規要睇醫生或者甚至會用藥。如果冇後邊嗰句咧，我就同個病人講，寧願唔驗身。
咁驗身之中嗱，我哋談到血糖啦，嗱，大部分嘅驗身報告咧，只會抽一個隨機血糖或者一個空腹血糖，唔會驗個 A1C 嘅。嗱，點解咧？因為 A1C 嘅成本貴好多嘅，同埋有要求嚴格好多嘅，所以我有好多例子。剛才講咗啲嘢有得解釋嘅，我有好多例子話2-3年前驗個空肚5.3、5.4，嗰個醫生講話，正常啦，只不過正常之中就嚟接近嗰個所謂可能係稍為偏高啦，唔使理嘅。嗱，我啱啱睇完一個真係後生嘅病人，女性50歲，佢真係驗到咁嘅。但係最近佢聽人講話唔得喎，一加驗嘅 A1C， 佢空腹血糖仍然都係5.3，佢 A1C 已經係6.5、6.6㗎啦。咁再做一次都係6.6，佢已經喺定義上係一個冇病徵嘅第二型糖尿病啊，佢唔肥嘅，佢有家族歷史嘅。其實跟住我就會用以下解釋俾你知啦。嗱，你空腹血糖咁靚，都未達即係話所謂唔正常嗰個標準，但係嗰個平均值已經係糖尿病喎。點解咧？頭先講咗啦，個平均值 A1C 其實就代表咗你24小時嘅血糖乘你約莫90日一個綜合值。嗱，每日嘅血糖我亦都講好簡單嘅説話，24小時其實有2/3嘅小時咧，就處於我哋叫唔食嘢之前嘅餐前血糖或者叫空腹血糖。咁有大概1/3時間，如果你食3個主餐咧，2小時至3小時到每餐咧就屬於餐後血糖。如果你空腹血糖完全好正常咧，而平均值咁高咧，我可以推斷咧，主要嚟講咧，你好多時咧餐後血糖咧係高過一個標準嘅。嗱，點解你餐後血糖高過標準？佢個背景解答咗啦，佢有家庭嘅歷史，佢係一個偏瘦嘅人。咁我已經同佢講啦，你嘅基本上個病理咧，主因就唔係胰島素抵抗性，而係你胰島素分泌能力咧根本就唔夠快同埋低，係處理唔到餐後血糖嘅。咁普通驗身好少驗個特定嘅2小時嘅餐後血糖啊嘛。咁所以你純粹呢個例子就純粹講話，你淨係驗空腹血糖，你根本就係錯失咗好多機會，找到好多咧主因係胰島素分泌能力低嘅第二型糖尿病人。咁講到咁，我想代觀眾問下啦。咁其實嗱，我 assume 緊嗰啲係冇病冇痛，佢冇特別嘅 symptom 嗰批人士啦。咁我講係假設係中年啦，佢個驗身應該包含啲乜嘢 item 咧？就我剛才講個糖伴30綜合症入邊講嗰啲 item，邊個包括咩咧？血壓、體重。最好量度話腰圍，或者你唔可以量到腰圍同埋個而家腰圍同高度嘅比例。如果有儀器可以可以準確量到脂肪更加好。跟住空腹血糖，同埋嗰個糖化血紅素 A1C，同埋一個完整基本嘅血脂嗰個形態。如果驗埋尿酸更加好。嗱，呢堆嘢咧，全部都係咧我哋講呢個代謝。糖伴代謝，深層綜合症去講嗰堆嘢嘅，同埋亦都帶出一個好重要嘅嗱。如果你個驗身報告係冇呢啲嘢嘅，淨係話驗到血糖或者甚至係有埋 A1C 係唔妥，其實就要找埋我剛才講嗰堆嘢出嚟，因為其實無論係任何一個起點咧，我哋個想法都係完整要睇下你個風險咧，就找齊所有剛才講啲嘢出嚟，一併去處理。佢哋唔係單獨嘅，佢哋係相關聯，全部都係難兄難弟嚟。嗱，呢個就係另外一個驗身嘅重要概念，所以唔係單係睇嘅。如果做完頭先嗰一批，其實揾到有唔妥，先至可以考慮你頭先講話，例如飲糖水啊，或者啲胰島素抗阻嗰啲較為高階少少嘅。其實講真，而家我哋好少做飲糖水檢查，因為呢個檢查都幾唔舒服，幾難搞嘅，同埋係一個幾人為嘅一個儀式。咁所以除咗你係妊娠糖尿啊，或者你做研究流行病學啦，現今嚟講咧，如果我哋有一個好準確嘅空腹血糖，加一個咧即係準確同即係原始嗰個數據可以對比到嘅 A1C 咧，
我哋已經差唔多分晒所有嘅病人嘅狀態㗎啦。明。同埋呢一個係簡單，你譬如一次係摘界，你咪做多一次咧，咁你就要投降㗎啦。即係話你係屬於咩人要投降㗎啦。嗱，咁你又講話頭先嗰個 cardiometabolic syndrome 嗰個問題啦。咁亦都你有留意到話，你驗身咧，其實應該要考慮埋啲體重啊、量埋腰圍啊咁樣成。又 mention 咗好多次中央肥胖，咁可唔可以喺嗰度又講一講其實個中央即點樣知道係中央肥胖啊？或者其實個體重高究竟其實會增加個糖尿病個風險幾多？可唔可以又分享下咧？幾多當然一定係比例嘅。但因為我哋剛才講呢啲糖胖、心腎綜合症呢啲嘢咧，千祈大家唔好有個概念，即係我有少少血糖高，我有少少肥胖，我就會一夜之間出晒嗰啲問題，冇呢樣嘢。呢啲問題全部都係一個乘數，好簡單。我答咗呢樣嘢，就係一個你有幾重嘅遺傳基因，你跟住我哋講嗰啲糖胖你有幾嚴重，同埋你維持幾耐，乘上去嘅，3樣係乘上去嘅。咁所以咧嗱，我哋頭先講，你頭先問我關於呢個中央肥胖點定義啦，嗱好簡單嘅，其實中央肥胖或者話我哋個內臟脂肪過多咧，其實原始嘅定義就係你太多脂肪。正如我哋話人有高血壓、有糖尿病，就係你個高血壓高過個標準維持好耐。你個血糖點解有糖尿病？就你血糖高過某個標準維持好耐。肥胖症一樣係咁講，就係你嗰啲內臟脂肪或者身體脂肪高過某個標準維持落去嘅。嗱，我哋男同女有少少唔同嘅，所以如果你上個脂肪榜，咁我哋有個數據嘅，譬如話女性，我哋而家通常講大概。雖然同年紀唔同，但係籠統講，你嘅脂肪比例大概係25至32% 到啦。男性可能大概係12至19% 啦。咁但係唔係個人嘅脂肪榜，個唔係咁容易度到脂肪係幾多㗎。咁另外一啲簡單嘅程式就係一個常用嘅身體質量指數啦，我就稱叫 BMI 啦。咁啊公制嚟嘅，你嘅體重 kg 除你嘅身高 meter 量次方，咁啊得出啲神奇數字。咁啊我哋其實衛生署都係用呢啲標準嘅，咁一啱標準我講一講。咁另一個就係度你究竟係咪所謂咧中央肥胖，就係特別嘅方法度一度你腰圍。咁呢個特別方法其實遠尺水平咁度，喺你嘅胸骨最下端同埋盤骨最上嗰度咧攞個中間位去度你個腰圍，就唔係你着褲嗰個位置啦嚇。咁啊高過某個標準。或者而家亦都有個方法，就係你有腰圍同你個體高啊，做一個度一個唔同嘅 ratio 啦，我哋叫做啦。咁以下啦，去表達你係咪中央肥胖。咁如果你個腰圍度出嚟，女性80 cm，即係31.5寸啦。咁啊男性90 cm，即係35.4寸啦。我哋就話你係噶啦。咁或者你嗰個腰圍同你個體高去做個比例大過0.5。我哋就話你係噶啦，咁另外就 BMI 頭先提過啦，咁啊我哋唔好講超重啦，我哋係一路沿用一個亞洲標準25，男女都係大概等25就係肥胖啦。你年年做緊 body check， 但係驗緊嗰啲項目係咪真係啱你需要呢？唔想俾冤枉錢，但係又驚年紀大癌症殺到嚟，點算好？9月3號約定你喺 Bold Coffee 用1晚嘅時間拆解大家一直想知但係唔知問邊個嘅癌症篩查迷思。用人話同科學實證同你講清楚乜嘢年齡做咩檢查先啱。現場仲有限定優惠同禮品，即刻掃 QR code 報名啦！我有聽過呢啲人士有試過問我就，喂，我明明好瘦喎，即係佢哋聽過肥係會引致糖尿，佢哋聽過飲食得唔健康會引致糖尿，咁但係呢，佢就見到話我明明都冇做呢兩樣嘢，咁但係我中咗糖尿，跟住我就望一望佢咧，其實原來佢個肚腩咪突晒出嚟，但係即係手腳啊塊面係好瘦嘅，咁但係又有另外一啲人士咧，可能係成身都脹卜卜，咁但係問題咧，佢哋又都可以去到幾大年紀都冇事，可唔可以分享下我哋科學上其實點樣睇呢啲唔同嘅體格？原來佢哋嗰啲糖尿風險係點樣咧？因為我哋講呢啲全部都係講一啲風險嘅機會率嘅。咁其實頭先都略略提過啦，因為有啲人真係可能咧有晒呢啲嘢，但係佢個基因好強啊，佢完全冇嘢。咁你唔可以用呢啲個別嘅例子就去講話哦，喂嗰個人都乜嘢都冇啦，咁我有咩肥？我有少少肥有咩所謂咧？係另外一啲，即係嗰個概念係完全唔同嘅。咁亦都講咗啦，譬如話你表面上瘦，
你係可以仍然都係中央肥胖，有器官上嘅肥胖，有脂肪肝。你表面上瘦，你以為自己冇胰島素嘅阻抗性咧，你一樣可能有阻抗性。但係表面上瘦嘅人咧，而係有糖尿病咧，多啲機會咧。剛才講啦，就係胰島素分泌能力咧係弱啲同埋唔夠快嘅。你亦都可以用一個好簡單概念，我面前有100個第二型糖尿病人，佢哋係一個0分至100分嘅。100分咧嘅意思就係，雖然佢嘅第二型糖尿病，但係佢主因就係胰島素分泌能力唔夠嘅。咁呢邊0咧，佢主因咧就係胰島素抵抗性分泌能力好好嘅，然後中間有好多唔同嘅配對咯。嗱，我呢個現代概念咧就係已經有一啲文獻啊，將第二型糖尿病分出4種嘅。係啊，4種嘅次分類。呢種4次分類我略略介紹下。好啊。第一種咧就係佢似多啲第一型嘅，即係瘦，然後量度出嚟咧，佢基本胰島素咧分泌能力好弱，但係佢唔係0。所以佢冇酮酸酸中毒，典型第一型，佢亦都冇嗰啲抗體嘅。咁佢可能遺傳基因或者其他原因嘅。明白。咁第二類咧就係而家我見得最多，亦都最擔心嘅，就係真係中央肥胖，有埋脂肪肝，有埋高血壓，有埋血脂紊亂。我哋剛才講個典型嘅糖尿、心腎綜合症嗰啲嘢，嗱呢個比例上越嚟越多，越嚟越後生，亦都係我現今嚟講最難搞嘅，亦都最嚴重嘅第二型。咁嘅第三種次分類就係真係有啲人肥起上嚟，佢乜都冇嘅，佢只係肥起上嚟有少少嘅第二型糖尿病但佢冇其他嘢嘅真係有啲咁嘅形態。咁第四種就係咧係年紀大嗰啲，好輕微嗰啲第二型糖尿病。呢個我哋以前就見得多嘅，因為基本上我哋胰臟分泌能力咧，隨住年紀大都係跌嘅。所以如果你20-30年前嘅觀念就糖尿病係一個老人嘅疾病，咁有時咧好輕微嘅啫，血糖升高少少，冇乜特別嘅。嗰個類型真係咁嘅喎，佢可能係乜嘢都冇，去到年紀大，慢慢窄界，好輕微嘅糖尿病。嗰類人真係咧，可能唔係話特別好多我哋擔心嘅嘢，或者擔心好多併發症嘅。佢哋併發症可能同我年紀大更加關係，但係嗰個比例係越嚟越少嘅，因為我哋講啦，頭先講最擔心嗰啲年紀不斷下移，越嚟越多。所以頭先如果聽你嗰4種咧，其實最唔想自己係嘅咧就係第二種，而嗰個就係最因為後果最大啦，亦都其實應該最關乎佢個生活習慣，因為第4款就係年紀啦，第1款就基因啦，越嚟越下移，好多係工作年齡層。咁就 transition 到我下個問題啦，就係因為咧頭先又係講咗幾次個中央肥胖或者個體重關乎個糖尿，其實只要肯落少少功夫改善自己個生活習慣或者用藥啦，係減到個體重嘅話咧，其實有可能係逆轉到或者緩解到嗰個糖尿嘅情況。呢個可唔可以分享下咧？咁其實第一個要做嘅嘢就係檢視自己有冇一啲可改變嘅因素。檢視呢啲可改變因素咧，來來去去都係嗰啲嘢，大家都識噶啦。譬如話你係咪完全缺乏運動啦？你飲食係咪過多熱量、過多澱粉質啦？冇纖維啦，或者過多其他飽和脂肪等等嘅嘢啦。情緒上係咪瞓覺亂晒龍啦？晚晚都宵夜啦？工作上咪好大壓？呢啲都我哋講咗好多噶。呢啲嘢都係一啲可改變因素。有好多研究，有一啲研究唔係好多啦，係講到有啲人咧，所謂個肥胖或者糖尿係可以逆轉。咁跟住大家將啲逆轉呢啲臨床研究咧，將佢無限放大咯。咁覺得係一個普遍性，大家就好唔明白點樣解讀呢啲臨床研究。逆轉呢個字其實係針對咧某個特定喺臨床研究之中去講嗰堆咁人。嗰堆人咧，個都係可能個第二型糖尿病係好短時間，佢哋可能都係本來咧個生活習慣就非常之差，同埋可能肥胖。呢啲咁嘅人咧，符合呢啲條件咧，如果你突然間咧大幅度改善晒我剛才講啲嘢咧，佢哋冇錯，唔少人咧係可以將個糖尿病咧所謂短時間逆轉咗。逆轉意思佢可能本來用緊少少藥停晒之後咧，個血糖可能完全
正常或者跌到落窄界嗰度。不過我哋嘅理念就係話咧，咁嘅效果係某個特定嘅群體，剛才講咗啦，同埋真係喺一個特定嘅臨床研究嘅情況之下，監管之下咧，佢哋真係做得到，即係好似軍訓式嘅行為、軍訓式嘅生活去做得到，咁所以先至達到效果嘅。咁我哋唔能夠將呢一個咁臨床研究套用晒所有。其實呢啲人咧，佢曾經糖尿病，其實已經做咗個壓力測試，佢唔係正常嚟嘅。佢當佢年紀大啲，或者當佢本來啲生活習慣啲肥胖走翻出嚟，佢都係會變咗糖尿噶啦。嗱，咁聽得好清楚，就係喺少部分人喺個 best case scenario， 即係最好嘅情況底下，有可能短期做到個 quote unquote 逆轉啦。咁但係我想確認，唔係代表唔應該去做個改善，因為聽落就係雖然唔可以逆轉，但係應該都可以中度或者大幅改善個糖尿。當然必然係啦，即係逆轉就係一個極端嘅情況。但係好多人都好多病人都佢中意呢啲好 juicy。其實我哋醫學上有時咧都要同大家普羅大眾講，千祈唔好將一啲極端小嘅例子將佢普遍化。調轉頭一樣係嘅，我好多時呢個 side track 啦，即係講到譬如話藥嘅副作用啦，即係因為西藥佢個處理方法就咁噶嘛，因為佢根據個科學個規管去做晒嗰啲藥嘅效益統計上有邊啲咧，覺得只係副作用係機會多少少，咁就要講出嚟啦。但係好多人咧就將聽到話哦呢啲藥咧原來有呢啲副作用，咁諸如此類，佢就將所有副作用套落去身體，就話我用出呢啲藥就有呢啲咁嘅問題，諸如此類呢啊。呢個亦都係另外一個就以偏概全嘅諗法。咁講翻個自己可以做而去改善前期糖尿或者糖尿嗰兩樣嘢，其實你頭先講咗一系列嘅健康生活嗰個指南，邊啲係 high return、high ROI 嗰啲啊？明白嗱，其實第一個咧要分析咗佢有邊啲可改變因素先嘅，個個都唔同，個個都唔同。嗱，舉個例，呢個人嚟到明明真係肥胖，中間肥胖好緊要，真係飲食亂晒龍嘅。咁當然個重點就唔係叫佢做多啲運動啦，重點咧就真係改善個飲食。嗱，糖胖重點改善飲食有好多好多版本，咁我只係講幾個啦，我覺得重要嘅。嗱，如果你係糖胖嘅初期嘅，咁好簡單嘅道理嘅啫，你食嘅熱量總熱量一定要減，減幾多？好簡單嘅啫，我話你食緊嘅下個月食少10至20%，得嘅再下個月又少10%。總熱量要少咗，呢個第一原則。第二原則，如果你係糖胖嘅，即係血糖又高，又有中央肥胖，嗱，食少啲咩嘢咧？澱粉質食物。嗱，澱粉質食物以前個金字塔係真係錯嘅，因為嗰個金字塔係針對勞動農村人士嘅，擺落現代人士咧真係錯得好緊要嘅。因為我成日同我啲病人講，你個講緊係個傳統個係啦，我成日同佢話：你食咁多澱粉質，你唔係農夫，你唔係勞動人士，你一食咁多澱粉質，一上咗血糖，你用唔到咧，就禍害就嚟啦。唔理你咩澱粉質，係過量嘅，你又要克制，但係唔係零。咁跟住我其實會教我啲病人，喂，好多病人唔知咩叫澱粉質或者碳水化合物，淨係同我講我唔食飯嘅。我話你唔食飯。你一樣係粥粉飯麵，全部都係澱粉質。中國跟住你就食好多麵包、意粉、pizza，跟住你又食好多薯仔、薯條、薯片、番薯、芋頭、南瓜、蘿蔔。你食咁多呢啲都係澱粉質，全部消化入去，係啦，晒個血度，根莖類嗰啲叫。跟住你又食好多甜品，或者食好多餅乾，跟住加糖飲品，呢啲都係澱粉質，甚至好高糖分。好甜嘅生果都係咧要計算個澱粉質嘅，咁你點醒咗係話澱粉質要食少啲咯，咁呢個係關於澱粉質嘅量咯。跟住第三個 tips 我通常講，嗱，澱粉質嘅量之外咧，仲有質要嚟嘅，就係話咧講到血糖咧，有講升糖指數啦，咁就要揀一啲咧澱粉質之中升糖指數即係低啲或者纖維數高啲。其實就簡單道理就係俾你個食完澱粉質之後，你消化咗之後，俾多啲時間你自己胰島素已經分泌能力差，俾佢多啲時間做嘢。所以咧就揀一啲所謂升糖指數低啲嘅澱粉質。
咁我有時我就調轉講啦，你總之避開以下呢啲白粥、白飯、糯米、腸粉、河粉，全部共通點白捋捋、滑雪雪，好滑口嘅。呢啲就真係啲所謂壞啲澱粉質，但係通常都未必好爆肚噶啦。其實我諗同埋你頭先講咗一個好重要嘅，唔係佢唔好，而係個量嗰個問題。係，同埋而家精煉咗好多澱粉質嘛。呢個都係壞事嚟嘅。然後最後尾一個關於呢啲澱粉質嘅 tips，你可能都聽過，就係煮餐澱粉質食物就係你最後個啖就離開啦。如果你個煮餐之後會有飯後果，你連煮餐個澱粉質留個空間俾個飯後果啦。嗱，呢啲全部都唔係我作，其實好多咧基礎嘅醫學道理，亦都有啲科研咧去證實呢啲嘢。好多呢啲研究關於食嘢嘅次序咧，係來自日本人嘅。咁其實我有時講咗呢幾個 tips 咧，好多人都已經原來咁簡單，唔係好難做嘅。咁我就覺得頭先我剛才講嗰啲咧係最大嘅 tips，跟住仲有啲好多簡單嘅分類啦，譬如16:8啊，諸如此類嘅嘢啦。咁嗰啲我都可以講嘅，但係我就覺得嗰啲，你想唔想我講？好啊。其實16:8對於最主要攞嚟傾咧，係對於減磅嘅，減你個身體嘅內臟脂肪。嗱，個原理係咩咧？其實原理都係來自一啲基礎醫學嘅。呢個基礎醫學就係咁嘅。當你個澱粉質來自食物係有大概超過12小時係冇嘅，即係食物之中冇澱粉質12小時以上，你就會啟動自己身體另外一個新陳代謝嘅機制，佢就會首先將你肌肉或者肝一啲叫 glycogen 即係肝糖原，好快變翻去糖去用咗先，但係嗰個好快用完噶啦，跟住你就要做糖。點解要咁咧？亦都剛才講咗啦，我哋個腦咧基本上24小時都會有葡萄糖做原料嘅，冇佢就唔掂當噶。所以亦都解釋點解咧，你急性血糖低咧，好多時就神志唔清楚，甚至昏迷諸處類嘅。雖然個腦遲少少可以用第啲做原料，但係基本上佢係真係好依賴個葡萄糖。咁頭先我講咗，你食嘢你升高個血糖咪維持2-3個小時，咁你其他嗰啲糖邊嚟？就我剛才解釋啦，你自己做出嚟嘅。嗱，當你嗰個肝開始去到，因為有12-13小時冇外來嘅澱粉質要做糖咧，佢就會分解。如果你好多脂肪嘅，好多內臟脂肪，佢首先要分解你內臟脂肪，去提供做到個葡萄糖出嚟，而喺個過程之中就有酮酸呢樣嘢嘅。嗱，好多基礎醫學就係輕度嘅酮酸嘅代謝咧，係對個心臟、對個腦同埋好多細胞咧係有正面作用嘅。但係過度咧，你就好唔舒服，同埋有其他作用啦。但係呢一個拿捏點並不容易嘅。而點解16:8幫到有啲人？有啲人唔係個個人，明白？就因為佢真係經常啟動咗去燃燒脂肪嗰個代謝嗰個另類嘅一個方式，所以幫佢燃燒到脂肪。所以喺個別人士，如果真係做，有可能幫到個體重嗰個管理同埋中央肥胖啦。係啊。咁但係我又 back to 咧，頭先講你想問多少少係你個建議，就話碳水化合物嗰個量唔好太過多，亦都希望係唔好揀啲咁精緻，話係個 glycemic index 係咁高嗰啲啦。咁但係咧，我又遇過啲糖尿病人，其實呢個係我老豆啊，我咁樣講埋出嚟啊，係佢成日都諗唔明一樣嘢，就係咧。我都已經糖尿啦，咁我又聽見人哋講糖尿病人血糖會低嘅，你仲叫我唔食碳水化合物，咁我驚唔驚我血糖會過低㗎？其實我講咗好多次俾佢聽㗎，但係我想像咧，其實出邊有唔少觀眾係同佢一樣，所以想借你口去解釋下點解咁樣唔係一個擔心咧。糖尿病人唔會無情白事血糖會低嘅，有啲特別例子，譬如話舉個例，有啲糖尿病前期咧。佢哋會有一個反應性嘅血糖低，就係餐後大概可能3-4個小時咧，當佢個血糖咧其實升到好快，開始跌到好快，但係佢胰島素因為慢咗啊，佢跌糖嗰陣時咧個胰島素先追升，咁所以佢有一啲反應性血糖。除咗呢個咁嘅情況之外咧，如果嗰個病人糖尿病人佢唔係用緊一啲藥咧，會令到佢急性血糖過低咧，佢理論上就唔應該有一個去擔心嘅血糖低嘅。當然有啲人用緊胰島素啦，
有啲人用一啲叫做 sulfonylurea 或者環胺類嘅口服，即係好多年前嘅血糖藥，就有機會令到佢，尤其是食嘢嗰度冇乜澱粉質，或者食嘢嗰度食遲咗，佢有機會有一個嚴重嘅血糖低啦。咁除咗呢啲特殊情形之下咧，一個糖尿病人係唔會有血糖低，而令到佢擔心嘅。其實糖尿病人個原理就係佢根本用唔到食物中吸收嘅糖，佢另外就係自己做過多糖，其實就係咁啫嘛。咁所以個長期個血糖先至會升高。有啲人就兩樣機制都有。咁 OK， 講咗少少飲食啦，咁我又想問多問咧，你又有頭先提到其實係做運動，咁我亦都有聽過個 concept 係話近年咧，做運動唔單止係個心肺功能，唔單止係幫你減磅，因為個卡路里燃燒，但係原來越嚟越多研究係話肌肉係維持喺一個健康嘅水平咧，原來係會幫到長遠健康。減低個糖尿風險，諸如此類，呢個又係咪真嘅咧？可唔可以分享下？真嘅，你阿 Jackie 你問得好好，因為以前嚟講咧，可能減肥啊等等，你重點係講緊燃燒脂肪，即係做咗係大量運動，或者譬如糖尿病人以前都係講比較多啲咧，就係一啲大量運動鍛鍊個心肺功能。而家我哋好清楚，亦都同我哋剛才講啲討論咧係好吻合嘅，就係因為咧我哋知道咧好多中等肥胖嘅人同埋好多糖尿病人咧，其實有好多原理咧，佢哋係比普通人更加流失肌肉嘅。嗱，當你流失肌肉或者你原本就冇乜肌肉咧，你會引起咩問題咧？你其實咧就對胰島素咧有阻抗性嘅。簡單講，你冇乜肌肉，餐下血糖，佢都去無可去，唯有停留咗喺血管嗰度。因為我哋餐後嗰啲血糖升高咗，如果你即刻去勞動用咗佢，其實就好啦。如果你係農夫，咪好咯。咁所以好多運動員或者勞動人士，佢會同我哋講話：我真係要食翻某程度嘅澱粉質，我先有力去做嘢嘅。咁呢個係有呢個解釋嘅。咁你唔係呢啲人咧，你個血糖升高咗咧，咁其實就要入身體嘅。入身體之中嘅器官主要係肌肉、肝臟同埋脂肪，而肌肉係最重要。嗱，肌肉越多，效果越好，就搬糖。呢個其實咧就係嗰個簡單講個胰島素抵抗性另外一個講法㗎啦。跟住去到減肥咯。如果因為我哋去到減肥，而家有效有用嘅藥或者任何方法咧，都係咧令到你比以前咧好明顯地食少咗，卡路里跌咗。咁因為食少咗，卡路里跌咗，所以咧係減肥大部分人咧最初個8-9成都係因為呢個原因。當你食少咗減磅之後咧，你個新陳代謝率就會自然調整下降，因為咧人係一個生物咧想還原嘅體重，佢唔知道你係咪去咗個荒島冇嘢食噶嘛，咁佢還原體重其中一個重要機制咧就係新陳代謝率下降，唯一一個會將自己嘅新陳代謝率容易抬升翻，就係你增加翻肌肉。所以咧喺頭先講過兩個討論，無論你係糖尿病人，你係要做緊減磅嘅狀態，或者啲糖滿量都有咧。喺好後期，我哋好強調翻咧，就係要你增加翻多啲肌肉，對抗翻個肌少症或者肌肉流失。咁要增加翻多啲肌肉咧，最重要就係有足夠有質素嘅蛋白質攝取，同埋咧係做多啲我哋叫阻力運動 RE。而家我差唔多幾時都同我病人咧都係例行要講噶啦。咁你阻力運動咧就係要有恒心噶啦，唔好以為做一個禮拜阻力運動你就會大嚿肌肉，冇呢件事嘅。基本上咧你要做幾個月有恒心，越嚟越多嘅阻力運動，你先至會建立到肌肉。好啦，咁嗱，其實飲食講咗好多，運動講咗好多啦。咁據我所知，唔係每一位人士喺個前期糖尿同糖尿嗰度真係做完晒呢啲嘢，都能夠去逆轉或者去減輕到個情況啦。咁有可能需要見你，跟住可能要用藥去治療啦。其實又可唔可以分享下，其實有啲乜嘢藥物係可以適合呢啲人士去幫佢 manage 嗰個情況咧？嗱，當然啦，糖尿有糖尿一組藥，肥胖有肥胖一組藥，跟住糖胖引起其他嗰啲嘢有一大組藥嘅。但係如果我哋將簡化咧，就真係咧針對糖胖呢個難兄難弟而引起嘅心腎肝嘅綜合症咧，其實現代藥之中咧
如果我用糖尿個表去睇咧，大概咧有6-7種口服藥丸，跟住有2種針劑，而其中只有2種藥咧係近年嘅藥嚟嘅。近年呢所謂咧，近年呢10年至15年嘅藥咧，佢係有直接證據幫到糖尿病人、加減肥胖病人控制血糖、控制體重，或者2樣都控制，同時間係幫到佢減少呢個糖伴難兄難弟引起嘅剛才講嘅心肺肝嘅問題。但係喺個演變過程之中，呢個演變過程之中當然係臨床證據、臨床醫學所有綜合嘅研究，跟住演變到咧，原來佢哋係唔係我哋想像咁簡單，變做其實一啲藥咧係由嗰個開始，但係而家變咗一啲藥咧，其實更加嘅價值就係咧係直接有證據幫到我哋後邊嗰個心、腎、肝，可能仲有第二啲嘢一路演變緊。其實你亦都頭先講咗咧，就係話一開頭整出嚟嗰陣時，其實個 expectation 係冇咁大、冇咁廣泛，而佢慢慢個研究個數據係話，原來個 benefit 係可以喺好多原本冇諗到嘅情況都出現緊，亦都有少少據我所知係印證翻原來成個原理上面係印證緊原來真係個炎症啊，係可唔可以嗰度可以講多少少？故事就唔係咁簡單嘅，而家講緊啲嘢係後期調轉頭嚟做嘅，即係初期根本冇諗到有呢啲效果，亦都好簡單。我初期以為係一隻糖尿藥，但係而家根本就唔係一隻糖尿藥。基本上你非糖尿病人咧都有講緊嗰啲好處嘅。明白。咁2種我哋略略提提啦。我哋係講個類別啦嚇，當然係。咁第一種所謂咧有呢種革命性嘅效果咧，就我哋俗稱佢叫做排糖藥。咁其實面世咗咧，廣泛應用2-3隻度啦。咁啊面世咗到而家，我哋廣泛應用都已經可能係接近15年㗎啦，10年至15年㗎啦。咁佢個原理咧就係一隻口服藥。咁咧就係當然有佢嘅歷史嘅，但係總之用咗之後咧，就令到你咧，我哋正常狀態咧，我哋嘅血去到腎臟，其實腎臟咧一個簡單理解，你當係大水塘好多 filter，每個腎咧可能100萬個 filter，咁啲 filter 有前端後端嘅，咁我哋正常狀態，我哋血去到呢個 filter 嗰度咧，咁咧就入邊啲糖咧就會走出呢個腎小管。前邊一個短嘅時間，然後去到遲少少咧，就回吸翻一個循環嘅。咁回吸嘅過程咧，就依賴隻蛋白質嘅。咁知道呢個基礎之後咧，就做咗個藥，阻咗呢個蛋白質，令到有3成嘅糖咧唔能夠回吸。咁然後3成嘅糖咧就會屙走咗，所以我俗稱佢叫排糖藥。換句話講，佢用咗呢隻藥之後，佢小便篤都有糖㗎。冇糖藥嗰隻藥就係假藥嚟㗎啦，即係食咗呢隻藥，屙親小便，你揾試紙就有糖分㗎啦。個原理就係咁嘅。你屙咗啲糖，簡單同病人解釋，你日日都屙咁啲糖，嗱屙幾多咧？可以屙2罐原裝可樂咁多糖，或者15粒落茶落咖啡咁多糖，嗰度係接近300卡路里。阻止佢廢物回收。250卡路里嘅嗱，250卡路里嘅糖。咁所以空腹同餐後嘅糖會下降。同埋你持續地屙走啲糖分，如果一切不變，體重會下降。不過佢哋唔係減肥藥嘅。通常個體重下降都係咧少少嘅啫，可能係原本嘅體重大概2%至3%。同埋過程之中咧，佢仲會屙咁一啲水分同埋鹽分，佢跟住又會幫到個血壓嘅，同埋佢又會幫到咧將個尿酸排走嘅。咁呢個就表面嗰啲原理。跟住呢類藥又做咗好多大型嘅臨床研究，因為大概15年前咧，藥監局就要求咧新一代呢啲肥胖藥啊、糖尿藥個個唔能夠就咁面世有呢啲基本資料就得啦，一定個個隻藥都要投資唔知幾多億去做咧，話你證明你對心血管疾病、對腎病冇壞處，最好就證明有好處啦。咁佢哋就由嗰度開始，跟住陸續嘅臨床研究出嚟咧，不單止證明佢哋冇壞處，而係證明到佢哋直接有好處。呢類排糖藥直接嘅好處就係一開出嚟就發覺，原來佢相較一個安慰劑大型嘅臨床研究，同埋唔係一隻係幾隻都係睇得到，佢減少佢死亡率，減少佢住院率，跟住發覺然後減少佢心衰竭，減少佢蛋白尿、腎病，
諸如此類嘅嘢，咁變咗就係一啲革命性嘅藥物啦。咁第二隻而家當係針劑，咁佢其實本來都係一隻糖尿病嘅藥。20年前喺隻針劑，去模仿我哋天然咧腸入邊一兩個特別嘅荷爾蒙。然後嗰個一兩個特別荷爾蒙，我哋喺幾廿年前已經知道，原來可以輔助我哋嘅胰臟處理餐後血糖嘅。簡單講，有呢個輔助嘅腸嘅荷爾蒙咧，就令到我哋胰臟咧有一個幫手，令到有蛋白質嚟，又有啲澱粉質嚟嗰陣時咧，去餐後胰島素分泌得快啲多啲，同埋個升糖荷爾蒙壓縮咗。咁所以係啦，佢15-20年前就開發嚟醫糖尿病啊。咁同埋佢亦都做咗頭先我剛才講啲心血管死亡嘅研究，佢喺糖尿病證實咗係減少死亡率、住院、保護心腎等等嘅嘢。咁其後發覺呢啲模仿我哋腸荷爾蒙嘅藥，喺10年前發覺原來佢質量夠高嗰陣時咧，佢會去到我哋身體，我哋叫腦下丘嘅中心，係會管理我哋7情6欲，而其中一個最重要管理我哋飲食嗰個慾念，同埋咧管理我哋咧嗰個肚餓感、飽感。簡單講，佢就醫胃食嘅。所以呢個係咪就係我坊間聽到嗰個減肥針、瘦針咁嘅？咁所以我想問咧，就係喺你見到嘅病人嗰個 group 入邊，其實有邊啲人係你冇得揀㗎啦？你既然試過個生活習慣，其實你真係需要用藥去控制自己個糖。依類病人會有啲咩特質咧？其實個特質就係，反而係去到我剛才都略略睇，佢對藥嘅觀念。其實現代嘅唔單止我哋講今日講嘅糖胖，包括膽固醇高血壓，都係同一個原理。就係現代嚟講，我已經剛才講咗，就係呢啲疾病對你有咩破壞咧？遺傳基因你有幾高，同埋有幾耐。所以簡單講，如果你對西藥冇抗拒嘅，你又信所謂呢啲科學研究咧，就早用就早享受，早啲處理，效果最高，效益最高，經濟效益最平，同埋對藥唔同睇法嘅病人噶嘛。跟我自己認識咧，我會同佢解説，佢話因為我唔理啦，你講親所有西藥啦，我都覺得係毒藥嚟嘅。你點講法我都係覺得係毒藥嚟嘅，食親就永遠翻唔到轉頭。佢成日都咁講啊，食親翻唔到轉頭，食幾耐就毒害我個肝，毒害我腎，所以我點都要拖到最遲先食。嗱，呢啲觀念咧，其實咧有時係一啲倒果為因嘅觀念。其實我覺得你真係講得好啱，因為我都自己親身遇過唔少人係有呢個觀念，我覺得好可惜啊！即係我就係想借你口去，希望佢哋聽到嘅話咧，係可能有少少對呢個觀念上面有少少影響。其實呢個係冇辦法嘅，但係咧亦都有唔少人肯聽完之後，即係你用一個即係某啲方式去聽完之後咧，去明白多啲咧，去觀念咧係會有改變。亦都正正係一個呢個原因，我哋去做呢啲健康節目咧。其實資訊本身唔係好重要嘅，最重要就係我哋點樣可以將資訊係講俾一啲非醫護人員、普通人，佢可以理解到之後咧，佢觀念有改變，然後咧付諸於行動。周醫生啊，咁我又有聽過咧嗰啲英文嗰啲 GLP-1 啊、GIP 啊，咁嗰啲又係咩嚟嘅咧？嗱，剛才講咗啦，變咗呢種針劑嘅藥咧，佢就係一藥二用。好多肥胖人咧係糖尿病前期啊，佢亦都好多資料咧。你係肥胖、糖尿病前期，除咗醫你肥胖之外咧，係減少你變糖尿嘅機會達到可能90%嘅，因為佢本身就係一隻改善咗你血糖啊嘛。咁呢啲針劑嗱，我哋俗稱叫瘦針。咁喺呢個階段咧，佢就模仿我哋腸嘅2種荷爾蒙，一種我哋聽得多啲嘅叫 GLP-1 啦，一種叫 GIP 啦。咁唔同嘅針咧，佢有即係模仿嘅原理唔同嘅。咁其實咧個發展亦都唔係咁簡單啦，因為咧有好多呢個系列嘅藥咧，仲會為模仿我哋胰臟，仲有1-2種荷爾蒙，甚至乎將來仲有啲可能模仿我哋譬如胃一啲荷爾蒙啦。咁呢類咁嘅藥咧有好多演變㗎啦。嗱，最初嚟講咧，第一隻咧就係每日打一次嘅針劑嚟嘅。咁到而家廣泛應用就係2隻咯，都係變咗1個星期用嘅藥啦。咁佢哋咧亦都
大部分嚟講都有所有直接研究係幫到我哋，除咗表面管理個血糖同埋管理體重，佢哋大家有晒直接證據，真係減少死亡、住院、心衰竭、心臟病、腎病，同埋亦都開始咧有啲咧係有證據醫治咧係減少咧，譬如因為脂肪肝而係纖維化，而係去到咩肝嘅後期嘅問題啦。亦都好多研究相關嘅，譬如幫我係肥胖相關嘅睡眠窒息症啊，或者譬如你退化性關節炎啊，諸如此類，同埋好多發展。佢甚至乎而家係講緊，喂，會唔會令到我哋腦退化有幫助？同埋亦都好多研究係發覺原來，喂，嗰啲酒精成癮啊，或者藥癮嗰啲人咧，原來佢都有幫手喎。有好多呢啲咁嘅研究走緊出嚟啦。真係要 watch this space 啊！即係個發展真係好快，亦都可能喺未來嗰個發展亦都會更加。而係好事嚟嘅，因為呢個係新嘅系列藥啦，將來有好多唔同嘅版本。因為我哋開始明白多啲咧，就係話，就算同一個肥胖病人，原來個個都唔同，佢對個個人對呢啲藥嘅反應都完全唔同嘅。等於糖尿病人，唔好以為一個第二型糖尿個個一樣，並不一樣。係咪個個肥胖個個一樣？並不是一樣。明白。今日咧好多謝晒周醫生同我哋傾咗咁多。嗱，做完今日呢個訪問咧，我自己最大嘅感受就係糖尿病唔係一個一日之間會出現嘅問題，所以咧亦都唔係一日之間可以完全解決佢。最怕嗰句咧就係我冇病徵唔使急，因為咧呢一句正正就係偷咗大家處理個糖尿病嗰個黃金時間。如果你咧今日聽完呢啲資訊之後咧，覺得有少少難消化咧，呢個十分之正常㗎。但係咧，如果今集淨係記得一樣嘢嘅話咧，我係想你記住嗱，踩界咧同埋初期喐手咧，係你一生人最底最容易扭轉佢嘅其中一場仗。咁咧，如果你想做多啲嘅話咧，呢個禮拜做3樣嘢。第一，了解清楚自己個 HbA1c， 量度一下自己條腰，知道自己企喺邊度，先至講得早下一步。第二咧，就係揀一個守得住嘅小目標，例如將你嘅體重減5% 啦。戒一杯甜品啦，或者每日行多15分鐘，唔好一次過搞掂晒佢。嗱，第三就係咧，如果你諗起你爸爸媽媽或者另一半正係呢一批肥少少、血糖踩界又唔肯理嘅人士咧，嗱，唔好淨係叫佢哋睇醫生，陪埋佢哋一齊睇住自己，一齊去步行，行出個第一步。將呢條片咧 share 俾你擔心佢健康嘅人。嗱，如果覺得有用嘅話咧，希望你 like、subscribe 同埋撳埋個鐘仔。我哋下集見啦，拜拜。